后来又继续来看这个银发族的退休的生活，要安怎来保障着生活品质呢？财政部上新的统计，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上界主要的收入是靠这个股票、存款甲房地产，其中买股票来投资，上受到老大人的欢迎。学者讲，台股的投资回报率算是真悬，台湾的经济阁是向正向咧发展，所以才会互长辈者对股市真放心。我去操作啦 ，OK。采访伫要结束的时拄着台股收盘，资深的股民西里妈赶紧先喊卡。伊算股票已经有30年，讲到投资，伊上介意的也是股市。你要放短的也 OK， 就是你的现金变现比较容易。其实像西里妈呢，资深的股民有袂少。财政部上新的资料统计，65岁以上的人口有789万人有收入要报税。因的综合所得税主要的来源就是股息、股利、薪资和储税收入。其中股利是除了欠钱以外，上侪人选择的投资目标，代表是大人真正介意买股票来欠。也是希望政府注意一下，在这个点数融资应该改一下，不是个股控管啦。政府提供真侪利益，加上台股拄着热市，毋但无受疫情影响，电脑阁直直起。敢若是2020年就起码2成，投资回报率有51%。二号虽然开悬走价阁博6.9，不过也是维持伫15900点的高点。相较于银行利息还是比较高，避免他的这个辛苦一辈子的这个储蓄呢被通膨吃掉。是大人要用股票来过生活，或者是买厝过生活，用欠钱来过生活。资产投资的分配真多元，不过投资犹原有风险，要投资的时目睭也是爱闭好金。